央视新闻头起先来看，这中华15万粒鸡卵验出农药分普年超过标准的代志，才无一礼拜。即阵这台中市又搁通报文雅畜牧场卖去两中2项的卵，嘛是验出分普年超过标准。其实，这间文雅畜牧场嘛是顶一站鸡卵有问题、受管制袂当卖卵的畜牧场之一。不过，这阵却是有4000大斤的卵伫咧市面流通，是药署是当咧追查这款卵拢是去对，嘛请中华地检署来追查。这个月初10，台中市卫生人员来这间两中2项抽验卵，验了后发现分普年残留量超过标准，发现这卵是文雅畜牧场来，而且源头中华管检处查处，并通报中央。于11月9日进货200篮，目前回收38篮。其他已售罄。食药署表示，初10查到的这问题卵是伫初9位文雅畜牧场卖出去的卵，分普年残留量0.05 ppm， 已经超过0.01 ppm 的标准。不过，食药署伫11月初就有通知，受影响的县市卫生局严禁无合格鸡卵伫市场流通。文雅畜牧场已经互人要求移动管制，任何一粒卵拢袂使卖，是安怎会伫管制期间非法卖卵？互食药署无法度理解。初步清点嘛发现，卖出去200篮，敢若回收38篮，初步估计有3340大斤的卵拢用去啊。恐惊是卖去散客，也是35间各种小型餐饮、面店啊，也甲早餐店这些所在。文雅的不符合规定的任何有疑虑的蛋，都不能再流出，不能卖给我们消费者。那因为这个是已经在移动管制的牧场。那在管制期间，他把蛋非法的卖出去。系属11月6号畜牧场所生产的鸡蛋，这段期间还是属于这个移动管制期间。那对该厂仍有鸡蛋非法流出，我们动物防疫所还会持续在封存他们蛋鸡场内的鸡蛋。中华县政府是讲，文雅畜牧场捌伫初8解除移动管制，初10阁互人验出分普年，阁再移动管制。不过是由属实回应，毋爱接到解除移动管制的通知，要求相关单位爱查明原因，也甲说明，嘛会同步函送检调去侦办。若是卖问题卵的两中2项是回应，毋知影卵有问题，安尼无可能卖出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